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6，箴言16章22到23節安尼講：聰明人的智慧是伊活命的水泉，戇人的戇是伊的責罰。智慧的人的心約束伊的喙，互伊的話加添說服力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用智慧的心來約束阮的喙的天父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充滿恩典、充滿疼痛、滿有信實、滿有公義的至權全能上帝。我要學習你無限的智慧，甲你超過阮所通想象的計劃。主啊，阮深信你的安排是最美善的，也深知一切攏佇你的掌管。你要成就美好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使聖神來幫助阮，互阮知怎樣行佇你所歡喜的路。求你幫助阮，互阮用智慧的心來約束阮的喙，因為聰明人的智慧是伊活命的水泉，戇人的戇是伊的責罰。智慧人的心約束伊的喙，互伊的話加添說服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